喺港劇最黃金嘅80、90年代，我哋一齊見證過 TVB 嘅輝煌。除咗商戰經典之作《大時代》同《創世紀》，仲有一部喺人生記憶中留低深刻印象嘅《笑看風雲》。呢部劇真係星光熠熠，有鄭少秋、鄭伊健、郭晉安、陳松伶、郭藹明、古巨基、商天娥呢一班一線明星主演，無論係感情戲定係商戰激鬥，都演得淋漓盡致。劇情以黃天主導嘅商界風雲做背景，講述咗黃天同潘仲之間嘅兄弟情誼，同埋包文龍、林貞烈之間嘅唯美愛情故事，道盡世態炎涼，人間滄桑，笑看風雲往事一望而過。我哋跟住熟悉嘅旋律，一齊重溫呢部1994年順口沉香嘅經典台慶劇，睇下呢部劇而家仲係咪咁打得？鄭少秋飾演嘅黃天係億萬身家嘅中天集團董事長，佢帶領下將東莞發展成經濟特區。喺佢事業如日中天嘅時候，喺董事會議上突然暈咗，之後去瑞士養病。呢個時候佢事業上嘅得力助手20幾年嘅兄弟雷柏圖就好興奮，覺得呢個係佢謀權篡位嘅最佳時機。另一方面，鄭伊健飾演嘅包文龍係廉政公署商業犯罪調查科嘅主任，佢老豆包贊開咗間裁縫店，老母李玉芳係典型嘅賢內助。包文龍仲有一個細佬包文虎，一個妹包文鳳，湊齊咗龍虎鳳。除此之外，仲有一個由郭晉安飾演嘅潘朗清，一直記住係呢個五口之家。20年前，包贊因為魯莽行事，連累同鄉潘仲入獄，從此潘仲嘅仔潘朗清就記住喺包家同文龍一齊大，兩人感情好似親兄弟。包家父母因為內疚，都一直當佢係親生仔咁看待。好快到咗佢老豆潘仲20年刑滿出獄嘅日子，成家人高高興興咁去接呢位昔日恩人出獄，但係只有朗清一路黑口黑面，覺得老豆坐過監好冇面，更加怪責老豆呢幾年冇盡到做老豆嘅責任。電話冇電啊？頭先我見到有間電器鋪啊，我同佢買電啦，大電定細電啊？你話啲大電定細電？啲電要差㗎，你講嘢都好啊！電話好唔方便，我返公司換電話。你今日返嚟食飯啦？我哋等你啊！第二日，朗清喺車上討好佢上司榮哥，兩人都喺黃天集團嘅中天保險返工。榮哥將期指會跌嘅內幕消息話俾佢知，教佢點樣從中賺錢。朗清好興奮咁答應佢。之後喺幾日裏面，朗清經過自己嘅觀察，發現咗雷柏圖嘅秘密計劃。佢趁住黃天唔喺度，準備挖走中天保險300名員工，另起爐灶，令到黃天一無所有。喂，如果咧，我即係話如果啊，照計雷柏圖帶住10幾個最 fit 嘅 sales， 去到邊度都可以翻成個保險界。你想講咩？咁黃天咪好大鑊，而家仲瞓咗喺瑞士療養院。睇嚟呢一個老細都係跟唔過噶啦，係時候要轉下工噶啦。明哥，你話啱唔啱？我睇你都係醒目仔嚟嘅，去到邊度都有得撈啦。咁都要有人關照先得嘅。呢日大家喺度吹水，潘仲無意中喺報紙度見到黃天嘅新聞，佢好自豪咁話俾大家知，黃天同佢係兄弟，仲話佢哋由細玩到大，感情深厚。不過兩人同人唔同命，黃天係有錢仔，佢只係工人嘅仔。你坐20年監啦，人哋仲認唔認得你啊？我認得佢，佢一定認得我嘅。算啦，爸，你係監等人哋有錢佬，人哋啲屋企啊都20幾間工人認都認唔晒啊，更何況你當年係花王個仔咋？仲有啊，你個仔我而家打緊人工㗎，你真係同佢咁 friend，我仲使做咩？佢一定認得我嘅。遲日我馬來生果去探下佢。唉，沖涼。冇過幾耐，警署收到雷柏圖嘅舉報信，係有關黃天商業犯罪嘅證據，於是上面即刻命令文龍將呢個億萬身家嘅首富帶返嚟協助調查。